路線咯。哇！竟然係新車，竟然係新車，新嘅喎。新喎呢架，新㗎。最細個妹咧，咗兩個女咧，你估到都幾兩個都係啊，係啊，佢識做，佢識做嘅。新喎呢架，其實都唔係佢好新嘅。你知道幾高？深圳呢今日呢好近好近好近你係東亞北咪總站嚟咯，總站嚟到呢度啦，做南頭啊，南沙地，而家咪南山度，但係架車高過啊！爹哋，呢架新車嚟㗎，係咩？新車嚟㗎。我最憎嗰架，咩啊？呢架我最憎嘅，臭。新車啫嘛。你當上中意對面嗰款多啲。當上吸完英年之後嘅，就好味嘅。我係工具人嚟喎，真係。我係工具人嚟㗎，果然。中意對面嗰款多啲。下一站车公庙，乘客可换乘車公廟啊，啱啦，落車啦，係啊。木根引擎聲㗎。我知道嘛，都知道咯。應該有㗎。日佢先入。聽日或者後日知道，等我時間。
好。我要錄引擎聲啊！其實我想錄引擎聲啊！你大陸幾多人鍾意玩 cosplay 㗎啦，係嘛？咦，都係甜米喎。下一站，红树湾南，乘客可换乘9号线。此站即到达深湾露营中心，您可通过深湾露营中心前往2号线。南山即係南，應該南頭。而家咪轉江下北咯。我咪江下北轉咗咯。我要我哋去南山啊嘛。後海。後海。後海咯。你啱啱你講下。車去深圳，你去機場。係啊，呢架去機場。呢架去機場。呢架喺機場。去機場㗎呢架。又經過南山。
你將你影嗰張相咧，即係 send 咗去。唔 send 唔 send 即係咁講啊！唔 send 唔 send 俾人，唔發修改上網之。後咧就會原本嗰張相就冇咗咯，嗯，係咪啊？就揾唔翻咯。係啊。咁你 send 過？唔係你 send 鏟過俾人你鏟，唔係你哋喺垃圾桶咧。如果你垃圾桶入邊未清理嘅話，係攞得翻㗎。啊？唔係，如果你將相鏟咗喺垃圾桶入邊，你未清理嘅話，其實係攞得翻㗎。你咁清出嚟垃圾桶入邊啲垃圾，你先攞唔翻啫嘛。係咯。即係 send 咗俾人哋，再叫人哋 send 翻過嚟。后海，乘客可係我應該可以嘅。又翻翻去。人哋冇鏟咪得咯，啊？人哋冇鏟咪得咯。即係我嗰張我哋可以 send 翻俾自己嘅喎。咩？send 翻俾自己嘅喎。你嗰個團體衫喎，唔知講咩單啦？落車先講咯，落車先咯。即係修改之後，你 send 翻俾自己嘅喎，你嗰張冇埋㗎嘛。唔使咧，直接掟上去，直接掟上去得啦。後海灣。條線咯，轉成邊條線咯？轉成邊條線啊？我好攰啊！落車啊！後海落定上海落？後海，後海。係啊，呢度啊，落車。不好意思，我下去。下車。知啊，喺度啊。打你。